各位早晨，今日係4月19號，禮拜三，我係大華繼險策略師李慧嫻。復活節假期翻嚟之後咧，港股跌勢未止啊！恒指尋日輕微高開7點之後收市大跌啦337點，收報23,924點，國指咧跌160點，收報10,043點，大市總成交啦706億港幣，上升股份368隻，下跌股份咧1332隻。雖然內地首季嘅 GDP 增速好過預期，再加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一度係降溫嘅，但係可惜未能夠提振港股嘅表現。恒指尋日輕微高開之後旋即下跌，最終失守24,000點支持。內地經濟數據好過預期，都未能夠提振大市嘅表現，反映投資者入市意欲都偏向審慎啦，觀望北韓嘅地緣政治風險啦，同埋禮拜日舉行嘅法國總統大選。其中北韓駐聯合國大使警告已經做好準備啦，同美國進行核戰㗎啦。鑑於北韓擁有核武啦，估計美國未必會採取進一步嘅軍事行動。另外法國總統大選之中暫時未有候選人攞到絕對嘅優勢啊。不過市場估計提出脫離呢一個歐元區嘅極右派候選人馬林勒龐有機會晉身第二輪嘅法國總統大選啦，令到市場嘅高望情緒都比較濃厚。另外中央收緊內銀嘅監管啦，同埋中保監主席韓俊波因為涉嫌嚴重嘅違紀而被免職，亦都拖累到中資金融股嘅表現㗎。我哋尋日講到啦，就係港股已經連續16個交易日喺24,000點至到24,500點之間上落，隨時會借住外圍嘅利淡因素向下突破啊！尋日方面終於跌穿咗24,000點，即係橫行區嘅底部啦。短期之內未能夠重上24,000點嘅話，估計將會下試23,500點，甚至就係23,000點水平㗎。